且批土穷为清逸，极为殊胜的书信。内秀，关于压力。公阿气内加那萨玛糖，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。囊内恰那切索蕊，从内打破是生命。米切扬气内菌那内秀糖，人生意识从外约束是压力。囊内菌那刺弄蕊，从内约束是成长。可得客气容易掀起军本的骨德切。如果你等待别人约束你，却先往土球路他却赢了，那么你必然任凭他人而摆布。可是让起让君兔把赢呢？如果能让自己从内约束，客气容易了拉扬孙北口cấp serba涅兔，那么你将能再次得到一个重生的机会。录中，关于学习。这生托北米忙波西啦，录所忙波西托没梅。虽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没有受过很多教育，文江贝洛马切本了，准备托北眼巴登内梅，但并不等于不用功读书就一定可以成功。客气讲尾谢加尼，客拉汪尾春恰影。你学到的知识就是你拥有的武器。米素食营养人一记kim西斯尔巴西足吐梅，人可以白手起家。文江拉恰美那卡拉吉克，但不可以手无寸铁。米沃尔基这哇，关于人际关系。容易卡登起了内北米食且鬼把雷。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。米贤卡登起了内鬼北瑞瓦炖米蓉，但不能要求别人守信。让一给米贤啦也不切鬼把雷，你可以要求自己对人好。米贤去搜索了也不切鬼北瑞瓦酱米蓉，但不能期待别人对你好。让起贤啦鸡通且把囊心，你怎样对人？贤起阳让了忒得的且鬼本了三米蓉，并不代表人家就会怎么对你。可得客气内陆地
怎样嘛都错。如果看不透这一点，去了鬼魅记毒鸟将死，你只会徒添不必要的烦恼。Kierkegaard 关于孤独。米素西阴阳 Kierkegaard 去推示眼不句归啦。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。南康土庆阳 Kierkegaard 去推急是原野。每段路都有一段孤独的时光。帕妹推南洋 Kela 罗切米图布拉，父母不可能一直帮着你。储备洋他季度 K 堂店内切米西，朋友也不可能一直围着你转。Kierkegaard 你 Kierkegaard 对马赢啦。孤独不是孤僻。虽然提为江马热，更不是寂寞。Kierkegaard 去南卡举两位谜题，他睡落在颠簸月。经历过孤独的人，内心更坚强。可有扛土内江 Sam 睡了泡泥。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都能让自己安静。云顶起先看细起，可有啦懂得过。更好地调整状态，面对环境。罗种关于修养。米先罗拉米巴本尼，收虽罗种嘛当被人。看别人不顺眼，是自己修养不够。米空出人被给击贴，路最给恰提勒过了瘾。人愤怒的一瞬间，智商是零。格玛即起结束，室内均电图 YouTube。过1分钟后，恢复正常。米也入记加早提，人的优雅关键。人一记先看了春金茄兔把提引，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七足起先生岁把尼，且连大记掐诀忌口。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。